6對生肖夫妻最易破財，做足一世都冇餘錢，錯在邊？點樣化？有一對夫妻嚟過我度，個先生屬馬，個太太屬鼠。你唔好以為佢哋懶，唔係佢哋做足一世。個先生做過裝修，做過司機，做過酒樓；個太太做過車衣，做過清潔，做過樓下嗰間士多。層樓買過一次，賣過一次，中間仲轉過一次手。你話賺定蝕呢？計落唔算蝕。但係到最後，兩個人仲係住返20幾年前嗰間舊屋，仲係嗰條走廊，嗰部舊冷氣，嗰張囉囉聲嘅床。個太太坐落嚟問我第一句話係咁講嘅：師傅，我兩個係咪相克耶？我話克有，真係有。你兩個一個水一個火，一個要儲一個要放，一個計到每一毫，一個見人有難就攞錢出嚟。呢個唔係我講嘅，係你兩個過去30年做出嚟嘅。但我跟住又講咗一句，佢兩個聽完就靜咗。我話克唔等於判死刑，克嘅意思係你間屋冇一個地方俾呢兩股氣坐落嚟好好見一次面。你哋兩個唔係唔夠勤力，係30年嚟你哋從來冇一次係坐定定心平氣和面對面講清楚屋企啲錢去咗邊。你哋講錢嘅時候一定喺飯台上面，一定係已經嗌起上嚟，一定係其中一個人喺廚房隔住個門講。咁樣講錢講100次都係一樣，越講越冷。我做風水命理咁多年，睇過嘅屋，睇過嘅夫妻，講句實話，我未見過有邊一對係純粹因為生肖唔夾而窮嘅，冇，一個都冇。窮嘅原因由來只有幾樣，而生肖只係話你聽你兩個最容易錯喺邊一格，錯而唔知，年年錯，錯足30年，咁就真係會窮。所以今日我講嘅唔係嚇你，我最唔喜歡嚇人，嚇完人收錢，呢啲唔係師傅，呢啲係做生意。我今日講6對生肖，做夫妻最容易漏財，最容易做足一世都冇餘錢。每一對我講3樣嘢，一定講齊3樣。第一，錯在邊？第二，錢係漏成點樣漏嘅？第三，你屋企要改咩？可以化。已經結咗婚嘅更加要聽，因為未結嘅可以揀，已經結嘅唔可以退，只可以改。而第4對你要特別留心，因為2026年係佢哋最重嘅一年。仲有一句我要講清楚先，唔係怕人喺留言鬥我，係怕你聽錯咗一世。六親裏面沖同害係兩件唔同嘅事，沖係對面撞，正面對撞，兩隻對正，害係暗裏選，唔係大鑼大鼓，係慢慢磨蝕。我下面每一對都會講明係沖定係害，係邊兩個五行喺打。你唔好隨便聽人一句四柱相沖就乜都夾埋一齊講，咁樣講嘢睇一世都睇唔準。好，入正題，第一對酉同戌，屬雞同屬狗，呢一對係六害，金土相刑現象，你一聽就明。一個好面，好講體面，錢用喺人睇得見嘅地方，佢覺得舒服。另一個值得好似把刀，唔識轉彎，最憎虛。呢兩個人住埋一間屋，連同朋友食一餐飯都可以變成一件大事。屬雞嗰個話食餐飯咋，做咩咁計？屬狗嗰個話唔係計，係你次次都咁。點解會漏財呢？酉屬金，金愛光、愛亮、愛靚、愛面子。戌屬火土，火土愛實、愛乾淨、愛齊整、愛有數。錢一旦係用喺面子上面，呢啲錢係唔會返嚟嘅。你請人一餐，人家記你3日；你買件名牌，落地打7折，呢啲你自己都知。但係問題唔係喺呢度，問題係另一邊見到咁樣就會收緊，一收緊呢邊就開始偷偷用。你聽住我講，一間屋只要開始有人偷偷用錢，呢間屋就冇財富。冇財富嘅意思唔係冇錢，係啲錢冇位停。香港啲例子我見得多，個先生喺酒樓包一台7、8千，個太太要等到月結單出嚟先知。或者反過嚟，個太太買金買保險幫親戚交會錢，1年幾萬，個先生完全唔知。你話呢啲係唔係大錯？唔係大錯，但係1年幾萬、10年幾10萬，就係你間樓嘅裝修錢，就係你晚年嘅醫藥費。應該點做？好簡單，簡單到你唔信，一個夾萬或者一本共用嘅簿仔都得。規矩得一條，每人用超過2000，出聲講一句，唔係要批准，唔係要審理，只係講一句。你試3個月，你會發現嗌少一半。唔應該做啲乜，
唔好兩個人各自一個袋，各自一份數，完全唔通氣。另外，客廳唔好擺太多亮晶晶嘅金屬裝飾、閃燈、會轉會閃嘅嘢。你越想擺出嚟威，個氣場就越亂，氣亂人就心浮，心浮就亂用錢。家居化解點做？金被火土焗住，就要用水潤佢。西同西北兩個位保持涼通風乾淨，嗰兩個位唔好擺太熱嘅燈，唔好擺焗爐、電暖爐嗰啲嘢，長期放。西位可以擺一小盆淨水或者一件深藍綠釉嘅陶瓷，唔使大，細細件夠。仲有一樣最重要，屋企凡係凹咗、崩咗、生鏽咗、發黑咗嘅金屬嘢，全部丟。爛鑊、崩碗、鬆咗嘅金屬櫃門、生鏽嘅鐵架，一律唔留。破金招破財，呢個你記住。呢一對錢留喺面子上面，下一對錢留喺一個氣字。第二對卯同辰，屬兔同屬龍，呢一對都係六害，木土相克。現象係咁，一個好靈活，腦轉得快，最憎人管佢，你越管佢越唔想返屋企。另一個想拿住個大局，想有話事權，而且講話嘅方式唔好聽，明明係好意，出口就變咗鏟人。點解會漏財？冇木要向上生，神土要按實佢。被人講得多嘅嗰個就開始做嘢做樣，交差就算。講得多嘅嗰個就覺得成頭家係我一個人背。呢一對最陰功嘅地方係佢唔係漏錢，係漏機會。你留心聽，好機會嚟到呢個想做，嗰個要嘈到你唔做，甚至要搞到你做唔成，因為佢要證明自己講得對，錢未曾唔見，但係本來應該賺到嘅嗰份冇咗。而漏機會呢樣嘢最陰險，因為你永遠唔會覺得痛，你只會過幾年望返轉頭話一句早知。香港例子，一個想同人合股開間細鋪，可能係茶餐廳，可能係補習社，可能係網上做啲嘢。另一個講來講去講足一年，等到終於肯，租金加咗2成，個位仲俾人租咗。呢啲我聽過唔止一次，聽過幾十次。應該點做？分清楚邊個決定邊樣，一件事一個人決定，屋企嘅事分開幾格，你負責呢幾格，我負責嗰幾格。決定咗，另一個唔好喺飯台上面再拉反出嚟講。你唔同意，你事前講，決定咗就唔好一路做一路唱衰。唔應該做咩？唔好喺飯台同床上面講錢。呢兩個位，一個係食氣嘅位，一個係養氣嘅位。你日日喺嗰度講錢講數講衰嘢，個氣場一定壞。仲有唔好留死咗嘅盆栽、乾咗嘅枝葉、裂咗嘅花盆喺屋企。木一壞，卯就冇位靠，人就浮。家居化解，木克土，用火通關。飯廳、客廳用暖黃色燈，唔好用得太白太冷。台面擺一小瓶鮮花，紅色或者粉紅色，一個星期換一次，唔係擺嚟靚，係擺嚟通氣。東南位係神位，唔好俾蟲嘢壓住，唔好擺大桃江、大石、成箱嘅雜物。呢一對成日忽略咗東南角，一望過去成堆紙箱，你話點會唔悶？第三對申同亥，屬猴同屬豬，呢一對係相害，唔係相沖。我先講清楚呢一格，因為我見好多人講錯。人申巳亥4個字裏面，申沖人，亥沖巳。申同亥係相害，唔係沖。好多地方一見到人申巳亥就話全部沖，咁樣講係唔通嘅。相害同相沖處理嘅方法都唔一樣。現象係咁，一個自己顧自己，計得清清楚楚。你欠我100，我記得；我欠你100，我還你。另一個好疏爽，邊個開口都幫，自己嘅事就擱埋一邊。點解會漏財？亥係水，水要流要散；申係金，金生水，生完就俾水浸住。屬猴嗰個賺，屬豬嗰個放出去。放去邊？放去親戚，放去朋友，放去唔關自己事嘅事。呢種屋你留心睇，其實入息唔差喎。一年入嘅錢唔少，只不過啲錢唔係喺屋企喎，錢喺人手上，喺人張借據上面，喺人一句遲啲還你上面。香港例子最清楚，借錢俾夫家娘家嘅親戚，借完唔敢追，追一次要嗌一場，索性唔追。或者更麻煩嘅，幫人做擔保，幫人簽名，幫人頂個名買車買樓。呢樣嘢我見過害到成頭家散嘅。你頂個名，人走咗，成筆數落你身，應該點做？立一條硬規矩，硬到唔講人情都要守。借錢俾任何人，超過1個月薪水，一定要2個人都同意，並且寫一行字落紙，
寫咩？寫日子，寫幾多，寫邊個？唔係唔信人，係俾自己一個交代。一寫落紙，你會發現有一半嘅錢你根本唔會借出去。唔應該做咩？唔好幫人頂名，唔好做擔保。屋企唔好擺大魚缸，噴水擺設，加濕器長期開，濕嘅嘢堆埋一堆，水已經多，唔好再加。仲有一樣好實際，呢種屋水龍頭滴水，廁所漏水，水表轉得唔對，一定要即刻搞，唔好等。呢一對漏水係真漏，屋企漏水，命裏漏財。我唔知你信唔信，但我睇得多，次次都係咁。家居化解，用木引水去正路，西北係害位，保持乾通風。如果可以避，唔好將洗衣機、晾衫位、拖把水桶放喺嗰邊。東位擺闊葉木本嘅植物，唔好擺塑膠花，塑膠花冇氣。你想水行得順，就要有木去吸，唔係堵住佢。講到呢度，我停一停，問你一條問題，你老實答我，答喺下面留言。今年你屋企最大一筆錢出去係邊個決定嘅？另一個人事前知唔知？你唔使答我幾多錢，你只答我知定唔知。如果答案係唔知，事前咁，我話你聽，件事唔係喺生肖，件事係一個夾萬。生肖只係話你兩個容易咁樣，習慣才係真正攞走你錢嘅嗰隻手。你將兩個人嘅歲數同埋而家卡住喺邊，寫落嚟。我下條片揀最多人問嘅嗰幾對，逐個方位講點化。好，講返最重嘅一對，第四對子同午，屬鼠同屬馬。呢一對係正沖，水火相沖。呢對係2026年最重嘅一對。先講流年，因為呢一格你一定要聽。2026年係丙午年，屬鼠嘅人今年沖太歲。子午本身已經係對正嘅一條軸，一個喺正北，一個喺正南，年年都對，但今年唔同，今年午得勢。午係當年嘅太歲，屬鼠嗰個係硬食嗰邊，所以2026年係呢一對最容易為錢爆嘅一年。唔係話一定爆，係話你今年要企定啲，慢啲決定，少啲硬碰。現象係咁，一個好緊錢，唔係吝嗇，係怕。佢計每一個月，想得好遠，想知你去咗邊。另一個覺得錢係身外物，幫到人就開心，去邊都得。明天嘅事明天算。點解會漏財？只係水，水要聚，要收，要知道你喺邊。午係火，火要放，要光，要出去。水淋熄火，火煮乾水。呢一對特別麻煩嘅地方係，佢唔止漏錢，佢漏氣。一個要收，另一個覺得焗；一個要出，另一個覺得被丟低。兩個人成年嘈嚟嘈去，嘈到冇心做正經事，生意冇人睇，機會冇人跟，身體冇人理。最後錢唔係嗌走嘅，係喺冇人留意嘅角落慢慢流走。香港例子，一個每個月記到每一毫，記足20年；另一個見朋友周轉唔到，即刻攞5萬出去。又或者一個死都要守住間樓，另一個死都要賣咗換個環境。呢種爭執一爭幾年，樓價升跌都唔關事，兩個人已經傷咗。應該點做？今年最實際嘅一招，兩個人將錢分做3份，分得清清楚楚。第一份係公家，供樓、租、水、電、食、藥、老人家嘅錢，呢份唔准動。第二份係各自嘅零用，你用你嘅，我用我嘅，唔問唔查唔露道。第三份最重要係禁動嘅一份，係封住嘅一份，兩個人簽名都要，兩個人一齊去銀行才動得。呢第三份就係救呢一對嘅嗰份，冇呢一份，呢對走到晚年一定唔安樂。唔應該做咩？2026年屬鼠同屬馬呢一對，唔好做主名去借大額，唔好搞轉名、過名、賣樓換樓呢啲大動作。南面唔好做大工程，唔好拆牆，唔好大裝修。今年太歲喺南，午黃都喺南，兩樣夾埋喺一個方位，你唔好去撞佢。仲有張床如果可以，唔好正南正北頭對頭咁擺，改一改角度，唔使睇日子，慢慢調就得。家居化解，水火沖，用木通關，因為水生木，木生火。木喺中間做個緩衝，東位擺木本，闊葉。養得靚嘅植物，養唔靚就換，唔好留半死不活嘅。南面保持靜，保持乾淨，唔好敲，唔好打，紅燈少啲，發熱嘅電器少啲。屬鼠嗰個今年睡覺同做嘢嘅位，盡量避開正南，呢啲你做得到，唔使花錢。第5對辰同戌，屬龍同屬狗，呢一對係正沖，土土相沖。現象係咁，一個強，決定得好快，講嘢似落命令；另一個實在唔喜歡被人指揮，而且好會想極都唔講出口。兩個都唔服對方，但兩個都唔講，點解會漏財？
呢對同前面幾對唔同，呢對唔係亂用錢，兩邊都係土，兩個都想守，都想拿住，土太多冇金去蝕，就變咗一塊死實實嘅泥。呢間屋唔會亂花錢，呢間屋係死錢。錢喺度唔動，機會嚟到唔敢接，跟住兩個開始互相懷疑，於是各自藏一筆，你藏我又藏，藏到最後兩個人都唔知對方手上有幾多，懷疑久咗，信心就裂。一間屋一失信心就冇財氣，你間屋幾靚都冇用，兩個人心裏有牆，錢就唔會旺。香港例子，兩公婆各有個戶口，對方唔知，或者兩個都死守住間舊屋，唔賣唔租唔講，任由佢空，任由佢舊，任由佢每年蝕管理費同差餉。你話係唔係浪費？當然係，但係佢唔覺得，因為佢覺得咁樣叫穩陣。應該點做？每年一次，坐定講清楚屋企有咩欠咩，邊個名下有咩，保險買咗幾份，老人家嘅錢點安排，講一次就夠，寫落一頁紙，兩個人都收一份。我建議一年一次，最好揀個固定日子。好似年頭或者生日之後，呢一頁紙會夠你屋企好多長假。唔應該做咩？唔好將屋企堆滿石、圖、大綱、舊嘢、舊報紙、舊衫，成箱唔會再開嘅嘢。土已經重，唔好再加。仲有東南係神位，西北係戌位，呢兩個位唔好同時亂。好多人一個角擺雜物，另一個角擺舊櫃，兩邊都塞，個屋就冇氣行。家居化解，用金蝕土，西同西北兩個位擺乾淨、光亮、白色或者淺灰嘅金屬嘢，唔使貴。一個銅盤，一個白瓷，加金屬邊嘅擺設都可以。重點係乾淨亮，唔生鏽。呢兩個位要通、要空、要執得齊。仲有一樣要講，2026年西北有二黑。二黑主病，如果屋企老人家係睡喺西北房，就更加要乾爽，要通風，被褥要見太陽，唔好放濕嘅嘢喺床下。呢句唔係迷信，你自己想，一間又濕又焗又唔通風嘅房，老人家住2年，你話會唔會生病？第6對卯同酉，屬兔同屬雞，呢一對係正沖，金木相沖，現象係咁，一個憑感覺生活，唔想擔責任，想舒服就好。另一個要準要對要合規矩，而且好會挑，挑得多講得多。另一個索性唔做，點解會漏財？酉金鋒利，卯木軟金斬木，斬多幾次木就唔生。你挑佢10次，佢就唔再做，全部灑手，成頭家一個人背。所以呢一對漏嘅唔係錢，係一個人嘅身體。一個人做2份，做到累，做到病。而我做咁多年，最肯定嘅一句就係健康運一走，財運跟住走。你病一次，唔止醫藥費，你係停咗做嘢，停咗跟機會，停咗諗嘢，成年都補唔返。香港例子，一個人包底，所有供樓、仔女學費、兩邊父母嘅醫藥費、逢年過節嘅錢，全部一個人算。另一個10年都唔知電費單幾錢。你問佢，佢真係唔知，佢唔係扮，佢真係從來冇睇過。應該點做？分工要按能力，唔係按標準。唔好用你嘅標準去要求另一個，因為你要求嘅係你嘅100分，佢做到60分，你已經鏟佢，鏟完佢就唔做。實際做法，每個人認實3件屋企事，固定唔換唔挑。譬如佢負責買菜、交水電、睇仔女功課，你負責供樓、保險、老人家嘅覆診。做得唔靚都唔好講，慢慢就會靚。你一挑，件事又返到你身上。唔應該做咩？唔好留鈍刀、崩刀、爛剪、斷咗嘅金屬工具喺屋企。呢一對特別忌呢啲，因為金已經傷木，再擺爛金就係傷而唔癒。仲有張床同書台，盡量唔好正東正西頭對頭咁擺。家居化解金木沖，用水通關，北位擺盆淨水，或者用深藍、藍黑色嘅擺設，地毯、坐墊都可以。東位要有生氣，養靚嘅植物，光要夠，唔好陰暗。而且我俾你一個實用貼士，2026年財星8白喺東，呢一對最好就用東邊個角落做傾錢嘅位，擺張細台、2張凳、一盞暖燈，2個人1個月坐落嚟1次喺嗰個角傾錢。你唔信都試3次，你會覺得同以前喺飯台嗌係2件事。好，6對講完，我幫你收一收。我講嘅6對酉、戌、卯、辰、申、亥係傷害，子午、辰、戌、卯、酉係相沖，亥係暗磨，
沖係硬撞，我逐對都講明咗五行邊個打邊個，用邊樣通關，屋企邊個位要執。但我要好清楚講一句，講咗咁多年，我今日都要再講一次。我行呢一行幾十年，未見過有一對夫妻係純粹因為生肖唔夾而窮，一對都冇。生肖係話你聽，你兩個容易錯喺邊，錯而唔知才會窮，錯而知改得反就唔會窮。你再望返呢6對，你會發現一件事，真正漏財嘅唔係歲數，係3件事。第一件，錢出去，另一個唔知，唔知就會猜，猜就會藏，藏就會亂，亂就冇財富。第二件，件事決定咗，另一個唔服，唔服就唔做，唔做就一個人背，一個人背就會累，累就會病。第三件，間屋冇一個夠靜嘅地方俾2個人坐落嚟講錢，冇個位就一定喺飯台講，喺床上講，喺門口嗌。呢3個位一講錢，講一世都講唔通。呢3件事你用一雙手就改得到，唔使買貔貅，唔使請神，唔使花錢改名，唔使人做法事，一本簿，一個夾萬，一張台，2張凳，一年一頁紙，就係咁多。風水唔係迷信到極端。我最怕人講風水，講到好似神打咁，擺個乜就發，唔擺就死，冇呢啲事。真正嘅風水係識得重新安排你個空間，係保持個氣場乾淨，係保持個心穩定，係保持間屋安寧，然後避開容易漏財嘅位。你屋企空氣唔通，光唔夠，堆滿雜物，水龍頭漏水，廁所有味，床下塞滿嘢，你唔使睇命，你都知呢間屋唔會旺。反過嚟講，兩公婆生肖幾夾都好，如果間屋亂，如果2個人心亂，如果錢冇規矩，都守唔到錢。而兩公婆生肖相沖，如果識得化，識得分工，識得留一份唔准動嘅錢，識得每年講清楚一次，一樣有晚年福。我見過好多對，尤其你聽到呢度嘅，如果你係50歲以上，我要多講一句，人到某個年紀，最貴嘅唔係樓，係安穩。你嘅錢最緊要係守得住，用得着，唔俾人拖走，唔俾自己嘅面子燒走。你今日執一執西北角，收一收嗰個漏水龍頭，丟一丟嗰啲生鏽爛鑊，同你老伴坐落嚟寫一頁紙，呢幾樣加起嚟嘅作用大過你成年拜咁多次。好，我俾你2樣功課，你今個星期做得到嘅。第一，今晚返到屋企行一圈，企喺門口望入去，望3樣嘢，有冇雜物擋住入門嘅氣，有冇燈壞咗未換，有冇漏水未收，3樣執完就得。第二，同屋企另一半揀一個唔係飯台嘅位，坐落嚟15分鐘，講一件事就夠。今年最大一筆錢係點決定嘅？唔係追究，係開始。然後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屋企2個人係咩生肖，而家卡住喺邊，係錢，係決定，定係間屋？下條片我會揀最多人問嘅幾對生肖，逐個方位講清楚點化，包括張床點擺，邊個角唔好動，財位點用。請訂閱頻道，開埋通知。每個星期我同你講風水財運、家居佈局、命理同香港運氣。你訂一次唔使錢，但係你以後每條片都收得到。你屋企個氣場，你兩公婆嗰筆錢，可能就係差呢一步。記住我今日講嘅最後一句，生肖唔會令你窮，唔知自己錯喺邊，才會令你窮。今日開始知就唔算遲。